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每年的新生理学训练，拢会依循传统安排救人性命 CPR 加 AED 的急救操作。有没有5到6公分？今年我们的新生总共有1800位学生进来。那为什么会安排这个活动？我想大家都知道。政府都在推全民 CPR 很多年了，那我们医事学院又是助人的行业，那我们期望每位学生将这个技能学会之后，通常我们是备而不用。那如果真的有一天需要用到的时候，我们可以助人。中华医术科技大学正式科系，甲医术健康专业人才培育相关，因此新生训练的第一关，就是要学会向救人自救的 CPR 加 AED 的技能。学校期待每一位欢喜的新生灵，伫学习开始便接受到正确急救技术，嘛会当体会到救人的意义。当我们在路上发现有些人可能他们需要急救的时候，很多的时候当下只要在有限的时间之内，我们提供标准的 CPR 的时候，就会把一个人给救活哈。我想我们为什么要提供让所有的学生能够参与这样子一个急救训练的一个课程，让他们备而不用，如果真的有一天用到的时候，就是我们助人的一个表征。华医今年总共有1800位新生入学，开学第一天，学生为救人的技能学起，展开因伫医术相关的学习之路。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